这么贵的车是不是要赔钱啊？我告诉你啊，你要不赔钱，今天别想走。这是你车吗？ I want your body, everybody. 哎，你好啊，小姐姐。你好。你知道你这件衣服是什么面料做的吗？什么面料？做我女朋友的料啊。我发现遇见你之后，我变得花心了哎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的每个样子我都超喜欢啊。哎，这么晚了，要不我们去吃个夜宵？去哪里啊？去我家，痴的望着你啊。那怎么去啊？我有开车啊，我带你去啊，走啊。你把安全带系好，我们准备出发。哎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怎么是你啊？这是你的车吗？对啊。现在混得不错哎，兰博基尼都开上了。拜你所赐啊，是你当初的离开，给了我愤怒的动力。我还是爱着你的，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？不用了。既然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你选择离开，那么现在我也不需要你的回来。我发过誓，绝对不会再让任何女人因为钱而离开我，但是也不会让任何因为钱而离开我的女人再回来。祝你幸福，好自为之吧。哎，你好啊，小姐姐。你好。我刚刚观察你好久了，你好漂亮啊！我能问你个问题吗？可以啊。就是你会和有残疾的人做朋友吗？会啊。我脑残，我们可以做个朋友吗？可以啊。这么晚了，我送你回家。你拿什么送啊？我电瓶车在那边，我有电瓶车。算了，还是我送你吧。哎，等一下，这是你车？那算了，我们不适合做朋友。你太有钱了。人们有凭证之分嘛？真的可以吗？可以的。那我上车了。来。